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阿 May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凱旋門一個實用面積871尺嘅3房1套加工人套嘅單位，請大家跟我嚟睇睇。首先大門進入，對住係廚房嘅位置，有個工人套房啦。有個好闊落嘅橫廳，客廳位置，客廳望出去嘅景觀，飯廳位置。第一間客房，第二間客房，浴室、主人房、主人浴室。如果閣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睇單位。